使换一台。我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时候一大早，我们有可能到上帝的圣殿当中，我们要再次来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他。有一首歌哦，这一首歌让我们唱了，我们的心就开。这首歌唱的就让我们觉得很有盼望哦。幸好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我们要来荣耀我们的君王，一起。他
是和平的主，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哦。唯有你圣洁公义，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重你，因为在你神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重你，因为在你永生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这位拯救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过去1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若是你觉得没有，至少现在我还有一口气在，还活着，我们就是有盼望。愿我们都来领受上帝来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谦卑的人，是吗？如果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不行，唯有你能；主啊，我不能，唯有你能。主必要听我们的祷告，必要听我们的心愿。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了吗？主已经预备好听我们的祈求。愿我们今天一早起来，我们就要来感谢、来赞美，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有没有失了准的。我们失了准，我们
怎么样子，我们都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频道。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恩，来赞美，来认罪。我们数到3，我们就一起来哦，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再一次主用你的爱，主啊，用你的恩典，主啊，使我们醒悟过来，主啊，使我们从黑暗到光明，主啊，如今早上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们是一个善变的人，主啊，我们不是像你。永远改变的，我们为我们的善变，主啊，为我们真的常常失了准，主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的自私、自利，特别是自义，我们自以为是，主，我们求神你赦免我们，我们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来献给你，否则我们一生非常有限，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是虚空，但是主啊，你若是在我们这个虚空，一切虚空的虚空里面，主啊，你却是我们那个实在，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认我们的罪，你要赦免我们的过错，因为你是恩慈的主，你是给我们再一次机会的主。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继续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题。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引我。是的，主要因为他的圣名，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撒玛，甚至他是耶和华惊奇的主，他为我们征战，他必要指引我，他必要指引我，他必要指引你，也要指引、引导你、指点你，特别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看起来好像美国。这次选举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在那沮丧当中。但是，亲爱的大家，神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就是有神重要的原因。愿我们都能够来为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为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家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放在神手中。我们没有担忧，我们只有定睛仰望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守望台湾，守望你我所在的城市跟社区。我数到3，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哦。好，来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也是我们这个世上的主，更是我们城市之主。主啊，你为主唯有你的光，现在会照亮我们黑暗的地方。主啊，唯有你的光，使人就是认长大主，主啊，真知道。方向，主啊，我们人生去见不在这个网络，但是主啊，你比这个高长大，因为主啊，你是大过这一切的，主啊，你是超越一切的爱，主啊，你求你求神你来守望，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掌权，主啊，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仍然要掌权，主，我们感谢你，过去有多少的时刻，主啊，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曾经陷入在那个网罗里，但是主啊，你定义说你比这个网子还大。主啊，你哪里是那个网罗可以网住你的？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你就是要带领我们往前冲，因为主，你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光，你的光来照亮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起来，主，我们来归向你，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才有盼望。恳求你带领每一位你的儿女们，我们是起来举起我们手来守望，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主是全方位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在乎，特别是你的事情，而且他不是在乎而已，他有全能，他要成为你完全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吗？我们有这方面的困境吗？我们有这方面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吗？我们需要主来调整我们人际关系吗？若是有，好不好？你就勇敢起立，说主啊，求神帮助。我们的牧长同工就会到你的身边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凭着信心，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起立，或者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主听见你的心。我们数到3，如果你有需要就请起立，我们就开口来祷告。1、2、3，有需要的就请你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在乎我们，主啊，你是我们全人的主，主啊，我们不管我们的灵力，主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主，我们的身体，主啊，你都在乎，主啊，你要恢复，因为主啊，你是赐我们平安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在你有一切的问题的答案，主，我们需要答案，我们需要路径，我们需要你是在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主，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奉主你的名，我们来宣告，我们凭着对你的信心，我们知道主你一定有办法，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主，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就一无所缺。主，我们谢谢你看我们为宝贵，主啊，因为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主啊，你伸手，主啊，你伸手扶住你的儿女们各方面的需要，主，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主日守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情。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个人在灵上，我们要跟神有更贴切、更密切的关系，使我们可以跟神心心相印，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的。也让我们跟神心心相印，我们以至于我们明白以后，还要愿意去顺服才有用。你明白，你根本不想，那也没有用。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主日，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有核心同工训练，为了明年的事工的规划，求神来带领。我们也为本周有手中团、青年牧区定期会、儿童牧区下个礼拜这个时间，我们是在这个和平，在屏东的和平长老教会，我们要去退休会，求神来掌权。我们也为第2区第2组跟第5组的区长、小组长以及众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为我们刚刚我们所提的，以及今天等一下预备你的心，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主要对你来说话。好，我数1、2、3，一起哦，来，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当中，主啊，你分别为圣，主啊，你让我们停止这世上的一切，主啊，就是我们要专心一意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喜爱我们，主啊，专心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合一，我们为我们教会的事工讲道理，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定义在主你的面前，在主你的圣殿里，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你知道我们已经打开我们的心了，主，我们恳求你对我们说话，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了是能够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主啊，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一起主导文来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赞美这位一直都在的神。
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允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生命充满亮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允许，生命充满亮光。一起来唱。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允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允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允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哈利路亚！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继续来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是至高的神，他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神。用我们的心来称颂他。我的心里要承受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承受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的仁爱慈
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你的永恒的地方，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与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你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却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有丰丰富富的慈爱，你有怜悯，你有公义，你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你是在我们面对危险困境的时候，带领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是我们的所有。主，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的心呼求你，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面对各样环境，你总是有你的旨意，你总是一直在护卫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慈爱，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你的教会，让这些还没有认识主你的人因你、因我们来得福，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让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大家平安。好，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哦，杨美贵姐妹不知道在哪边请站请站起来，我们欢迎让我们同工来欢迎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有一份小礼物来赠送给你哦。好，还有
夏泽州堂监会这对夫妇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他们好愿上帝来赐福旁边的弟兄姐妹代表教会来欢迎他们我们有一份小礼物来赠送愿上帝赐福。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翻开周报翻开周报的消息。现在可能境外移入的疫情越来越多那在我们当中我们也遵守政府的规定如果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口罩给戴上下主日是感恩节感恩节就是不是只有这一天感恩每一天都需要感恩，每一时刻我们都感恩那最近我们的同工的妈妈因为肠子不通所以开刀完之后，感谢主通了所以你知道你吃得下排得出来是多么幸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感恩要吃要喝，我们就感谢祷告圣化让我们消化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亲近神敬拜神。我们的就线上感恩所以我们预备心在下主日的感恩节，我们也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影音非常重要，投影影音如果他把牧师消音，我就没有办法讲所以这些都需要训练，都需要还有投影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其实也是学就会了一起来参与。如果你有愿意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请在1楼的公布栏来填写，或向陈如山长老来报名。我们昨天跟今天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请2020-2021的长职核心同工队长、小组长、儿童牧区及青年牧区的组长务必参加那今天下午是1点前在2楼完成报到。中会的妇女事工部2020年度的感恩礼拜年会在12月3号会在我们教会来举行那我们也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妇女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可以参加报名费是100块可以填出于长老那备有午餐。我们在11月28号起有举办这个拿手机当网美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的乐龄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踊跃这个部分已经大概超过了70人那乐龄的部分我们就不接受报名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年轻人我们还有留一些这个名额给年轻人，如果年轻人赶快报名赶快报名。那也同步来征这个随堂的志工学生助教数名如果你有意愿的就向我们的同工来报名就是这一个课程一推出非常的踊跃那其实你不只是 PO， 不只是这样会照用来怎样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好吗？所以我们不是随便玩我们要玩就玩得好一点那让这样的一个因为现在手机功能都很好，但是会不会拍又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欢迎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一起来报名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那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读2遍，来，一起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有的。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再次，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8章12节。我
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勉强，你用你的感恩来表达。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一起来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真理的刚强，贫穷这一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慈爱爸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安的度过一周，能够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我们敬虔的祷告、祈求及感恩。主啊，因为世界上的疫情，台湾能够免于疫情之外，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处在安逸的环境中，却忘记了看见周遭的人以及周遭的国家，他们也需要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被挤压，而忘记了看见别人需要。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回想当初起初的爱心是从你而来的。求你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为主所用。愿主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坐下，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来看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12到35节，《使徒行传》23章12到35节。我们这个是一直好像连载的哈，所以我们稍微前情摘要，也就是说这个保罗呢，其实这几个礼拜哈，这发生的事情就只有那几天而已哈。那上一次尤牧师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保罗呢其实是透过这个在公会前他要声明哈。因为这个千夫长他想要知道到底这些犹太人在吵什么哈？为什么为了一个保罗这样子吵吵闹闹的？于是呢，他就把他带到公会，他想要了解到底什么事情哈？哇，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竟然对他这个保罗哈，这个那个祭司长不只是他才讲一句话，还上去打他的打他的
打他嘴哈。于是呢就吵起来了。哇，那保罗很危险的时候，他呢看出他们两边的人呢，因为他们犹太人有两派啊哈，一个是撒都该人，有一派是法利赛人，有一边是相信复活的，有一边是不相信的哈。于是他就只有讲一句话而已哈，他们又吵起来了。他讲什么话呢？其实他是一个信仰告白啊。那信仰告白，保罗说：“我是相信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只有信仰告白这句话哈，哇，那吵得更厉害了，甚至于彼此吵起来。所以呢，这个千夫长趁机赶快把他带走，带到这个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一个营哈，一个军营里面的楼上叫做营楼哈，赶快到那个营楼上面去。那一天晚上，经过这样的事情哦，那一天晚上竟然有主爱他的主在他身边说。重要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也关系到他以后的决定。他说：“放心吧，如果你有圣经，我们看11节，我们今天多读1节好吗？我们从11节，虽然我们从12节开始，但是11节是非常关键的哈。那我们就开始哦，从12节开始来读。来，如果不同版本没关系哈，来，好，对，我们从11节开始来读哈。”我们多读1节了哈，就是前文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请。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法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道，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调查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快死往塞该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佐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想去救他出去。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
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送到安提帕里。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阿们。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看起来是非常的长，但是却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像8点档一样哈。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为了他的信仰，说他是被这一位复活的主所拯救，于是他经历，他想要也去传这个可以让人的生命被救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经历过这样子吗？看起来好像已经死定了，但是我们的神却让他复活起来。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他一心一意，他要去传福音。竟然没想到，竟然有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哇，真的是看不得他活起来，硬是又要把他拖死哈。甚至于怎样？哇，这个我们看到今天啊，有这个人要设计他哈这个我们看看人呢，真的是很想用我们人的这个脑筋，甚至觉得我们的人脑一定会疲惫。我们呢，是不是用 AI 这个电脑没有情绪，不会累，一天24小时，甚至于可以这个算尽所有的于是在这个印度这间公司，在4年前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开始都算对，但是结局都算错，就是什么？就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大家都算出来的是希拉蕊会这个获胜，但没想到就只有刚才那个印度的公司，它是用 AI 来算，它算的是川普会赢。但是呢，今年我们选完了嘛今天到底谁当选？感觉怎样？这个算出来的真的是这个川普是赢还输？其实大家感觉还不晓得呢，到底谁才神准？谁跟神是同步的？到底是谁说了算谁算了？谁是神算子呢？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有一群人，真是看这个保罗非要他死定不可，甚至于要挟说我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意思怎样？我跟你怎样拼了，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样子的心意想陷害、设计保罗，但是保罗会被这些设计住吗？会被网罗住吗？人是可以设计他，但神也可以救他，阿们吗？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位神算认识这位神算的上帝，真的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讲怎样？人算不如天算，神算的才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明白神的心意？神其实很明白我们，但问题是我们明白他吗？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我们刚刚读了很长，我们就不再多说。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前一天才吵得不可开交，两方吵的这个你死我活，可是到了隔一天，他们发现说，不对呢。我们怎么两边吵得要命，结果我们的敌人反而失交了，让保罗被这个千夫长带走了。于是呢，他们又有一些激进派的，就像现在美国很多这个大家在抗争一样那样的乱。他们说我们呢一定呢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这个保罗死，而且他们设了一个局，怎样要千夫长配合，同心起誓。他甚至于怎样视死如归，为了就是怎样他势在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多的时候病磨磨没有路了，没有办法再使劲了，最后那一个好像最后一集就是这样，我死给你看，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这叫情绪勒索嘛？这群人就是这样。我呢这一口气我吞不下去，犹太人这个吵吵闹闹的
怎么你原来是我们犹太人？保罗，你原来是跟我们一样，是我们是摩西五经。那什么时候你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你跟我们已经不同，我也要跟你这个视死如归啊！我们一起怎么样？一定要把保罗给带下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起来保罗很危险啊，因为有一群人疯狂的人呢，他就是要怎样？保罗死，神算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算子吗？我们算计着我们的未来吗？但我们有算准了吗？我们听见了谁的声音吗？刚才在聚会之前，有听到音乐牧师在祷告时讲话，然后人没有在这里，透过麦克风的有吗？举手一下哈。哎，都没有人听见吗？原来是我的麦克风，又不是我的麦克风没关啊。结果我们就在那边讲说，哎，拜托，这个等一下帮我唱一下，因为音乐牧师的歌声实在是这需要很多的帮助，这样哦。有牧师说，哎，麦克风没有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神的心意，麦克风没有关，你听见了吗？神的他从心里，从神的心意早就乐意告诉你跟我，他没有关。问题就在于我们跟他不同频道，我们收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是神算子吗？现在很多的 AI， 我们好像初期看起来1:9，请问谁大？谁大？9大吗？哈，就像游牧师跟音乐牧师谁大？没有人敢讲。看你要问哪一种大？年龄大吗？我知道游牧师要讲这个。看起来好像9大对吗？哈，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看眼前，下一步呢？谁大？谁大？1大还是9大？1大啦。所以不要只有看眼前，我现在想要设计谁，我现在看起来我好像被谁设计了。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日子不是活到今天而已，历史不是到今天而已，长远的。不要以为今天台湾死定了，美国的总统谁当选，台湾就跟着，没有这回事。神说的才算，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9分之1若乘以10，请问谁大？谁大？又变了，又翻盘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看眼前，神的算盘还没有结束，神要来掌权。所以，如果我们也是那同流合污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群40几个犹太人，其实他们跑到祭司长跟长老的面前，告诉他说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请问祭司长跟这些长老们，请问他们知道吗？这样子是对的吗？然后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他们说，这些祭司长说，哎，这不对哦，不要这样做。没有说，没有说就代表怎样？认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很明白，在圣经当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其实是骗得了人，但是骗不了神，好不好？我们要谨慎，因为神知道我们，他无所不知，他全知，他全在，甚至他全能，可以翻转本来9比较大的，他马上给你除，你马上9变分了，那你怎样？你变得很小哦。所以在于神，神才是这个准的，神要算账的，一笔一笔都要算账。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很委屈，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有一位神，他替你算账，记在神那边。这些祭司跟这些长老们，记住，上帝要算账的。保罗现在看起来好像处于弱势，好像已经要被算计了。但是经文继续，我们看到竟然跑出一个怎样？圣经第一次只出现在这里，跑出保罗的什么外甥来耶！而且我们看起来这个外甥，圣经没有讲这个外甥的名字，也没有讲说这个外甥这个
半路跑出来程咬金，外甥他是怎么会在保罗旁边？但是从圣经里面有一些学者去翻，就是去研究，很有可能他这个外甥其实是在他们40个人里面算计的旁边的人啊。只是他觉得说这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跑去告诉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啊，随便这样一撇，随便一拐，整个又翻盘了。谁来掌权？神来掌权。这外甥就去跟保罗说：“哎，这些人计划这样子，哎，你死定了，因为他们要跟你一起死，哎。”保罗这个时候很有智慧，他就说：“好，你赶快去找百夫长，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百夫长一定会带你去千夫长那边，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掌权，神是同步，甚至早你一步，所以他不会错过。不用怕，不用抢先，因为你抢先可能抢先输，你抢先可能抢先就失败。唯有神，神是不错过的神，神在我们的当中，他绝对不会早到，但他也不会迟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懂神吗？神是懂我们的心，神他的麦克风都没有关，都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了吗？我们接收了吗？我们每天早上单有没有在家会主看神对你说的话？有没有打开那个耳机麦克风？主啊，你对我说话。主啊，现在是不是时候？主啊，现在是不是我被人家设局当中？主啊，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会，主不是不到，是时候未到，因为他绝不会早到，因为神时机都在神手中。当然，我们的神他也不会迟到。哎，我们就看到了，哇，这个外甥呢，赶快跑去跟百夫长，百夫长又赶快，哎，这不得了啊！千夫长说，你赶快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赶快怎样子想了办法。半夜这个3更半暝哈，就要把保罗送走，请你都不要告诉任何的人。于是呢，就也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这样半夜送走。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算起来，我们的时间晚上9点多。请问他要送到该撒利亚的这个路程是很远的，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开快车哈，大概也要开80分钟哎。而且以前那个路径是很不好，而且是坐在那个牲口上面，这样就很辛苦的。但是神就调度万有，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一口气走到，但至少他们这样已经脱离那个险境，脱离到那个险境以后，看到的也报告到这个官长的面前。然后他的书信里面说：“我查不出来这个保罗他有什么该死的，没有。”哎，竟然罗马的军官为保罗来站虾，哎，写一封信还给他保证，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律法上的争辩而已。所以我们的主很奇妙，他调度万有，他是掌握先机的主。我们在困境中吗？我们是不是四面楚歌？我们是不是觉得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在神没有来不及了，他不会找到，但是他绝对不会迟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或许你现在是在1，别人是在9，你能不能等那个9，它要被除？这个9其实它是分母，所以它小得不得了。我们的神1才是最大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阿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最大的喜乐之一是怎么样？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喜乐是什么？愿我们在喜乐当中，愿我们就是能够站了最大荣耀，就站在那不信人的中间。像刚才在的经文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主
主要帮助我们跳脱那个算计，因为神是神乎其技呀。因为众神来到腓利斯的面前，询问使徒说：“哎，你是哪一省的人？”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不管怎么算计，不管这个腓利斯，请问他是好人吗？好人是什么意思？好人意思就是他以他的利益呀，是吗？亲爱的弟兄妹，其实他为什么会看起来走到这里，他好像是要对保罗是好的？我们不要看眼前。这个腓利斯他很残暴的，特别是他对犹太人的管教是非常的残暴。那何以要由他出面？也就是当局的人，他们想要给犹太人一个告示：你给我吵，你们再吵啊，再吵不吃不喝啊，请了这个腓利斯出来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看眼前，神算数，神算了才准。神是会跳脱，带领我们跳脱的，带领台湾跳脱，带你离我是远离这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神。我们知觉的是哪一个世界？我们的是哪一个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正在处于一里面，我有没有感受到我是在哪一个世界？如果我是在神要算账那个世界，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回应神国的算数。我们有这样盼望吗？愿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算，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用在世上的算法，而是说神的算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你懂神吗？神很懂你啊，但是问题是你懂不懂神啊？一其实是最好的，神就是一，但是你拼命，我要2，我要3，我要4，我要6，我要9。就拍谁9就是1/9啊，1/9没打给你，还要被再除下去哦，还要甚至开根号下去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有没有跟我们有没有心有没有跟神一起？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一句话，是保罗他一路他坚持到底。神虽然他可能有点自己想要，他想为神殉道，他早就想为神殉道，但是我们从今天经文就知道，他今天被送出耶路撒冷，其实他没有要在耶路撒冷为神殉道可是他那时候就一心一意说，我死较紧啊，我早死早逃脱，我想要为主荣耀的为主死。主说较慢，稍等，等一下，还没，神的时候还没到，亲爱的。神绝不会早到，但他也不会迟到的。什么话语对保罗这么重要呢？我们好不好一起来领受这句话吗？请，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知道你跟我，神甚至听到你的声音。那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了吗？我们真的要听到神的心，比我们能够听到神声音的能力可能更重要。神的心的 tempo， 因为你可能听到神的声音，你自己解读都解读错，但是神的心是不会错的。我们愿意跟神心心相印吗？神早就要赐福给你，本来要给你那个1是完整的1，你拼命要在3、5努力的9，我们新中会传道当中，牧师当中有一个人的妈妈，她是怎么讲，听不见，但是她会看人家的口语。我们跟她讲话，很大声，她听得见吗？跟你讲，你用这下无？请问她听得见吗？拍谁？她是听不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明明白白在告诉我们，我们每天在教会主明明白白很大声的告诉我们，甚至像音乐牧师这样子很大声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告诉我自己，但是我们听不见。你知道吗？这个牧师
的妈妈，我每次要跟她讲话的时候，我就要跟她眼睛对眼睛，因为她个子比较小。然后我讲话的时候要怎样？妈妈，我不好意思讲谁，因为你们就知道谁。什么妈妈？我来了。其实不用声音啦，他是看我什么？唇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祷告不只看圣经，甚至很多人用圣经来骂人，来骂神，来论断自己，那更恐怖啊！没有，因为我们的心被神安慰。神懂你跟我，纵使我们重听，神都到你的面前，他跟我们心心相印。我们收到了吗？我们的心他懂，但这位爱我们的神的心，我们懂吗？他常常被我们误会，是吧？他常常被我们错怪，因为我们一直以为9才对，1是错，我们大错特错。好不好？我们相信神不会找到，但他也不会知道。愿我们一起跟神来同工，愿我们愿意回应神，因为神要算账。亲爱的弟兄姐妹，英年牧师不得不一定要这样讲。昨天我们的核心同工在这边，我们一起想要付出我们自己在明年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昨天没有来，你就说啊，那明年没我的事，千万不要，好不好？付出我们自己所仅有，因为神要算账，因为神才是神算子。愿我们的心被神来打动。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影片，因为我们对这社区是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如果你的朋友也是基督徒，欢迎你来当志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我们非常欢迎他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2个志工成为志工之后成为基督徒。另外本来有3个，现在还有第3个还没有受洗，所以如果他来教会，他会排斥，那你邀请他来当志工，他在神的里面一起服侍的就不一样。我们今天等一下会有个活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是我们对社区的一个窗口。那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周报有讲，我们是志工的这个博览会，等于是在楼下的木板上，也就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对这社区有做6大部门，我们都需要志工，因为我们只要志工去服务的时候，这社会上他们感受到神的心，感受到神的爱，甚至于他在服侍的当中，他就知道原来在这里有一位主这么爱我，有一天他会被上帝来感动。所以我们等一下9点50，我们会在楼下预备，我们会一起有个快闪，就在楼下，我们也会录一段这样的影片，因为我们现在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网络，我们需要很多的按赞，因为我们现在跟企业主联络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们，你们的网站是什么？你们有多少人给你们支持？你们的这个点赞点阅率有多少？所以好不好？我们回去以后举起我们的手点赞来做公益，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全能的，我们自己来认识更多的认识，我们也来信赖他的带领，因为他不迟到，但他也会找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这个好的结局的话，请你等一等，因为主他是我们一切的主，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结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者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只是曾经听过你的名，但是主你都爱，因为主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你从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掌权万有的主。主，我们的人非常有限，我们的生命就是非常有限，我们的眼光更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我们却很想做伟大的事情。主，我们忘记你。主啊，我们忘记你才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伟大的主。我们不过是你所造的人，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但是主啊，你却不轻看我们，我们是被你所造，也是被你所爱。因为主，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世上，为的就是你上十字架，付出你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本应该我们死的。我们是一个该死的人，但是主，你竟然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你替我们赎罪，你把我们从那恶者当中赎回来。主啊，你帮我们从那个被勒索，不管是人的勒索、情绪的勒索、各方面的勒索当中，主啊，你把我们赎回来。主啊，如今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主你的真理，我们可以得自由来选择说，主啊，我选择要依靠你，因为主，我没有别人可以靠，因为别人都靠不住，唯有你是靠得住的主。谢谢你更懂我们，你懂我们的心。但主，我们怎么样才能懂你的心，跟你心心相印呢？你永远不放弃我，你总是蹲下来，甚至躺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已经软弱到只能躺着，只能耍飞，只能绝望，我们甚至只能求死。主啊，你知道你的拯救也已经临到，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因为我不能，唯有你能。我愿意放手在主你的手中，你的定恒手。主，你要带领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每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爱的人身上，以及我们所关心带到我们的至亲的家人，他们还在那个罪恶的苦海中，被一切所捆绑，陷在那个不自由中的，主啊，你都要拯救，而且拯救到底。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不改变，而且是会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神来复合，使人跟人来复合，使我们重新再来。你成为我们的支持，主，你也引导我们，因为主，你知道今天弟兄姐妹当中有人要做重要的决定，在那十字路口上茫然的人生中，主，你亲手要带领指引，走对的路。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去，亲爱圣灵，不离开我们，你一直都在，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
礼拜就到这里，互道平安。那也邀请大家，我们等一下9点50可以到楼下快闪，为我们教会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来发出这个发声，来邀请人来当志工，也帮忙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来按赞哦。